金禧校慶感恩崇拜即將開始，請各位家長及同學安靜就座，並將手提電話調校至靜音模式。另外，請各位注意，崇拜過程當中不用拍手掌，包括我哋嘅學生獻詩部分，亦都不用拍手掌。多謝各位合作。聖公會主峰小學50週年金禧校慶感恩崇拜現在開始，請會眾起立。各位教育嘅先進，各位嘅主內嘅弟兄姊妹，各方面嘅持份者，各位早晨。我哋要帶住感恩喜樂嘅心嚟到參與聖公會主峰小學50週年金禧嘅校慶。請翻開呢禮文嘅第1頁。哈利路亞！歌頌我們的上帝是美善的，因為他是美好的。讚美他是合宜的，我們的主本為大，大有能力，他的智慧無法測度。你們要以感謝向耶和華歌唱，用琴向我們的上帝歌頌。主啊，開我們的口，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我哋仍然站立，同唱詩歌《主是愛歌》。請仍然站立，我哋以啟應嘅方式誦讀詩篇第1篇。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會眾中也是如此。請坐，請聆聽第一次經課。今日第一次經課記載喺約翰一書4章7至9節。親愛的，我們要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的，都是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上帝差他獨一的兒子到世上來，使我們藉着他得生命。由此，上帝對我們的愛就顯明了。這是上主的道。今日經課第2節喺馬太福音18章1至5節。當時門徒前來問耶穌：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叫一個小孩子來，讓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像小孩子一樣，絕不能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凡為我的名接納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納我。這是上主的道。既然呢，我哋嘅詩班已經預備好晒，冇理由咧叫佢哋企度咁耐嘅，所以咧想邀請佢哋先獻詩，跟住咧我哋邀請東九龍教區主教郭志丕主教為我哋證道。
我哋要祈禱，願我口中嘅言語、心中所講每句説話都蒙主悅納。我哋嘅禱告奉主名求，阿門。葉校監、各位校董、鄭校長，亦都見到曾肇添中學嘅林校長喺當中，同埋各位友好校長好多嘅貴賓今日喺我哋出席，各位家長、各位同學，我哋今日齊集喺呢度，就係慶祝主峰小學50週年創校一個嘅慶典。喺呢間學校命名主峰，個峰字呢，可能都諗到春風化雨。我哋加咗個主字喺前面呢，咁啊梗係多啲嘢㗎啦。主呢就係一種呢，就係基督教嘅一種叫靈風就使人呢喚醒生命，使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咁靈風今日就係讓我哋去思考一個問題：點樣能夠喺生命當中裏邊透過感恩，能夠更豐盛呢？咁嗱，感恩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課題，無論喺心理學、神學、哲學、生命教育，都對感恩呢一個課題非常之重視。我去過好多學校，當家長唔喺度嘅時候呢，我就會問一個問題。嗱，今日唔問，我問各位同學，有幾多同學講你阿媽、你阿爸好煩嘅舉手？你知唔知幾多人舉手啊？絕大部分。嗱，天下父母，即係我相信大家我哋都成日歌頌係咪？父母恩，勝萬金。嗱，父母一個咁好嘅父母，願意為仔女嘅犧牲，點解嗰啲細蚊仔會唔懂得感恩？特別喺反叛期嘅時候，激到你咧生嚿叉燒好過生佢。啲父母話嘔心瀝血即係都辛苦面對住佢反叛嘅時候，點解唔會感恩呢？直至到因為佢自己養仔女、養子方知父母恩，我就問遲唔遲啲啊？點解唔早啲讓佢能夠懂得感恩呢？咁樣嗱，原來感恩呢個課題如果處理得好，所以學校要教感恩課程，能夠做有感恩嘅細蚊仔，幸福感會提升；能夠懂得感恩嘅細蚊仔，同人嘅人際關係提升30%，哇，好犀利㗎！啲細蚊仔唔識同人相處就係因為唔識感恩。能夠擺脫比較妒忌，能夠喺困難當中茁壯成長，能夠面對人世間嗰種嘅高高低低，感覺到命運掌控佢嘅時候，覺得自己毫無能力，係一種無能為力，而重拾掌控感。我講咗咁大堆，呢啲都係啲生命教育咧列咗出嚟嘅。我今日同大家去思想，的確存在。唔係淨係細蚊仔唔識感恩，連父母都會有呢種情況。一人有一個特色，你試下俾一張白色嘅紙佢，我畫一個黑點喺度，你會睇到咩啊？唔係睇到90% 係白色，而係黑色嗰點。你嘅注意力去咗嗰度嘅喎。第二，當細蚊仔派成績表嘅時候，全部藍色嘅。而家應該冇藍色，應該黑色㗎啦，係咪啊？整個紅色出嚟咧，會彈咗出嚟㗎。你要問點解嗰科唔合格？你好少講，哇！點解咁多科合格淨係嗰科唔合格咧？咁樣會彈。有啲再過分啲啦，98分，嗰2分去咗邊啊？咁即係有啲嗰啲父母都存在嗱，我哋又唔好怪啲父母，因為呢個咧係人類自古以嚟係我哋生存嘅機制，叫做負面偏誤。咩叫做負面偏誤咧？就係因為人咧就係好似啲因為我哋習慣要喺一個咧弱肉強食嘅社會裏邊，有啲咩欠缺，有啲咩危機，我哋就會作好準備。我哋發覺我哋食物唔夠，我哋會未雨綢繆，係咪啊？準備譬如個天已經開始咧唔妥啦，我哋快啲去匿埋，因為會有狂風暴雨。呢種叫危機感，就
就係當感覺欠缺嘅時候咧，我哋嘅注意力就會去咗度。嗱，呢個叫注意力，即係個 focus。嗱，咁所以咧，點解今日嘅細蚊仔會唔懂得感恩咧？其實就係關乎呢個叫做我哋講關於呢個負面偏誤個 focus。細蚊仔點解佢唔懂得感恩咧？因為佢嘅注意力只係睇到佢自己冇嘅嘢。哇！同人比人，哇！啲人咁靚嘅 iPhone 啊，我啊攞嗰個嗱，我 iPhone 好差嘅，我跌咗落去後邊咧，嗰啲人阿先生，你嘅 iPhone 跌咗。我琴日同個校長食飯，佢話我上去太平山俾人掉咗我 iPhone， 我哋嘅咩 iPhone 嚟㗎？佢話14,000蚊，貴啊，梗係俾人掉啦，係咪？我個咁平嗰啲又唔使啊。所以細蚊仔個人比人嘅時候咧，佢睇到自己冇嘅時候咧，佢覺得點解父母俾唔到我，所以佢咪唔開心咯。佢只係睇到自己冇嘅。我成日都同大家分享，我係來自徙置區成長嘅。我哋冇冷氣，冇雪櫃，冇電視機，因為你哋都唔係嗰個年代，你哋後生啊嘛。我嗰年代真係咁樣嘅，所以有雪櫃，哇，有啫喱食我就好開心。有冷氣就感恩。而家啲細蚊仔有雪櫃、有電視機、有冷氣，有邊個學生感恩？係咪？你諗下，我哋依間我哋嘅主峰小學76年嘅時候，邊度有冷氣嘅啫？凳都冇得坐㗎。崇拜我記得嗰啲崇拜嗰時，我去嘅時候咧，企喺度，長嘅就坐喺地下度，幾污糟啊，席都冇嘅。今日有凳坐，有冷氣，點解唔感恩？因為個 focus 唔喺嗰度，所以咧第一樣嘢，如果我哋要幫細蚊仔能夠感恩，基督教有一個好嘅詩篇121篇，我要向高山舉目，舉目啊！我啲幫助從何而來？我啲幫助從造天地而來。一個舉目咧，聖經成日都講嘅，一遇到困難嘅時候，我要向上帝舉目，就係個 focus 集中翻。我哋能夠擁有嘅嘢，嗱呢個人就開心。各位父母啊，你成日都聽我講啦嚇，啲學生，因為我太成日用好多錢咧買化妝品啊，我個心情啊唔係幾好嘅，咁貴。雖然佢都係老師嚟㗎，賺佢自己錢啊，覺得好貴嘅買化妝品。其實佢為乜啫？咪係為咗好似佢當年青春學生嗰種青春美麗嗰種皮膚嘛。但係佢買極都做唔翻嗰種而家嗰啲學生嗰種青春美麗㗎，不過感覺良好啫嘛，佢個 focus 好啲啫嘛，係咪啊？做唔到㗎，有邊個化妝品能夠幫助做校長翻去讀書嘅時候啊？揾唔到，有啊包佢咧賣，即係賣晒，係咪？嗱，各位家長同唔同意啊？各位嘅靚家長，但係點解學生青春美麗都唔感覺開心？因為個 focus 錯咗。所以第一樣嘢，我哋要將學生幫佢轉移個 focus，去讓佢感恩，睇到自己所擁有嘅。所以我哋嘅中國人好有智慧，知足者貧亦樂。知足係咩啊？係睇我所擁有，唔係睇我所冇嘅。你睇佢所有冇嘅時候，你就永遠跌進一種無休止去追逐嗰種嘅我冇嘅嘢，你永遠都欠缺㗎，係咪啊？靚又只能夠曾經擁有，又不能夠天長地久，你咪永遠痛苦咯，係咪？你咪所以曾經就而家我開始都唔諗唔照鏡㗎啦，頭髮都唔睇啦，睇智慧，隨着歲月可以咧，我智慧多啲所以我成日睇書，所以每年都試下講啊，因為啲校長成日坐喺度咧，聽完又係講翻嗰啲咁嘅，所以唔得啊，所以就今次改咗個新嘅叫 focus。第二個主題，個 focus 要喺乜嘢咧？嗱，我哋感恩係咩咧？我哋相信今日主峰小學，嗱我上網睇過，你係一個火柴盒嘅學校，冇辦法同我哋咧搬咗出去嘅，即係我哋嘅小學分咗嗰間學校咁靚即係你冇得比㗎啦，冇得比嘅，啲千禧校舍冇得比。
但係仍然係一間受歡迎嘅學校。收生報名收唔晒嘅，哇！喺今日真係好難得嘅喎嚇。點解咁受歡迎呢？我相信嗰個成功不單係校監、現任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我相信你都做咗好多嘢。但係我相信呢個唔係個人，係歷代即係我哋嘅先賢好多嗰啲嘅校長、校監喺昔日嗰度幫助。所以第一樣嘢，我哋嘅信仰個 focus 喺邊度呢？就係我哋能夠專注喺一個群體啊，係一個集體嘅成功。嗱，呢個集體嘅成功係乜嘢？睇啲乜嘢呢？就係睇其實一個集體，基督教用一個叫 body concept 嚟到感恩，就係一個人，我係眼耳口鼻，係咪啊？我哋成日都聽我講啦，我個花名叫腳趾尾噶嘛，腳趾胚啊，學堂叫做腳趾尾。我好唔中意同學叫我腳趾尾噶嘛，因為咁細隻嚇，你唔會擺隻腳趾尾上台㗎，係咪啊？啊，但係踢波就勁啦，係嘛？腳趾尾拉西嚇，平衡等等，你要識欣賞你個腳趾尾咧，你即係我獨特嘅地方。雖然着住對襪，你睇唔到我獨特嘅我，但係佢嘅存在嘅價值非常之重要。嗱，呢一個點解感恩係幫到細蚊仔唔喺人比人比死人嗰種嘅自卑或者自大，即係佢睇唔到獨特嘅自己。Nick 即係有一個佢話 Nick 冇手冇腳，點解佢最初嘅時候冇手冇腳同好多人比較嘅時候，佢就自殺，佢用水想自殺自己，揾唔到自己嘅出路，直至有一日牧師話俾佢聽：你好特別，因為你冇手冇腳。同你唔同啊，因為你有手有腳啊嘛。我嘅獨特就係冇手冇腳，但係我有手有腳，我嘅生命先係精彩。我亦都可以冇手冇腳，可以能夠走遍天南地北。我因為冇手冇腳，能夠祝福好多萬千嘅生命，揾到自己獨特嘅佢。嗱，各位嘅校長，你領導咧，最緊要就係咧，冇一個同事係相同。你能夠揾到每個同事獨特嘅佢，有啲咧係頂心杉，有啲咧對你咧批評嘅。其實批評你咧，其實我覺得我慢慢長大之後咧，批評我嘅人俾我好多嘅教訓，使我成長。成日讚你嗰啲咧都係好嘅，帶俾你溫暖。不過睇唔到你自己嘅不足，係咪啊？一個能夠經得起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呢啲校長先至能夠有能力，能夠咧係面對挑戰嚇。所以揀校長呢個其中一個條件嚇，就係佢能唔能夠咧經得起咧即係考驗。咁而仲有一點咧，最後一點嘅就係頭先我講翻，因為唔夠時間，唔好講咁多。最後一點咧，好值得㗎，就係喺人即係叫呢個感恩咧。就唔係話俾我哋聽，我哋對所有人世間所有嘅逆境都視而不見啊！呢啲都係好嘅，佢叫阿 Q 精神，跌落地下揦扎沙。唔係，我哋從來唔否定人世間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我從來唔否定人世間嗰種嘅無常，嗰種嘅痛苦。痛苦係真嘅，但係我哋係咪任由命運際遇去決定我人生嘅喜與悲？人嗰個掌控權，際遇我控制唔到。明天會打仗我唔知，明天我會病我唔知，但係你有個掌控權，你估喺邊度呢？就係感恩。感恩就係你知道自己，我係一個受造之物，你唔係上帝，你唔係乜都做得到，你需要同人合作。Body concept。第二就係你要懂得就係我既然我有限，咁究竟我個掌控權喺邊度？面對人生嘅際遇逆境嘅時候，就係話嗱，所以基督教好好㗎。You 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嗱，個掌控喺邊度咧？我盡我能力，喺我有嘅能力獨特嘅我盡力去做，其餘嘅放開。一放開咧，就感恩。當我過自己不足嘅時候，
我求人幫助，哇！你見到好多貴人、好多天使幫助你，有而衰喺邊咧？你唔求人，即係你唔問人啫嘛，自己以為自己乜都得，咁你咪乜都唔得咯。嗱，所以我感恩呢個掌控權喺呢度。嗱，我總結係咩咧？能夠感恩嘅人，我哋唔係去否定生命際遇嘅困難，而係我攞翻個掌控權。失敗可以係羞辱，但係可以係教訓同埋學習，使你成長。你要欣賞、感謝上帝俾我呢個教訓，所以我能夠喺嗰啲咁多嘅風雨當中、風浪當中，仍然能夠乘風破浪，係咪要感恩？嗱，呢個第一點。第二點，遇到挫折，你可以係終點，玩完，可以係一個轉折點。誒，有危就有機，最後困難可以打擊你、打沉你，亦都可以塑造你一個不倒翁，在困難當中仍然迎難而上。我嘅總結，我希望我哋主峰小學繼續擁有呢種春風化雨、呢種靈風嘅生命，使人得生命，並且得更生命。願主嘅風繼續吹。呢首歌你聽下，我呢個主唔係嗰首歌啊。主嘅風繼續吹，從50年到未來，從感恩到差遣，從歷史走向新嘅篇章。主風不只是過去，而是繼續春風化雨。阿門。會眾請起立，翻開禮文嘅第5頁。願主與你哋同在。我哋要祈禱。我哋在天上嘅父，願你嘅名被尊為聖，願你嘅國降臨，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哋日用嘅飲食，今日賜俾我哋。饒恕我哋嘅罪，如同我哋饒恕得罪我哋嘅人，不叫我哋遇見試探，拯救我哋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你的，從現在直到永遠。阿門。全能嘅上帝，你係愛，又係智慧同生命嘅根源。喺50年前，主藉教會喺沙田地區創辦咗聖公會主峰小學。喺呢度發揚純正嘅學術教育嘅使命。今日我哋喺度齊集，為慶祝創校向你禱告，求主眷顧呢一所學校，賜福一切教職員同學生，使佢哋從知識中增長，認識真理，常存謙卑嘅心仰望主，每日因聖靈嘅引導，獲得從你而嚟嘅愛，發揚純正嘅學術，使人類喺真理中共享自由，藉賴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聖子和聖父、聖靈，唯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門。我哋仍然站立，我哋以啟應嘅方式繼續向天父禱告。我哋用啟應嘅方式禱告。永生嘅聖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你帶領教會先賢在沙田區創辦聖公會主峰小學，好使兒童能認識你，並在你愛中成長。天父啊，我哋掌管歷史嘅上帝，我哋恭敬把學校過去50年歲月之中嘅一切成果呈獻給你。天父啊，求你悅納。上帝智慧的根源，我哋懇求你沛降靈恩，賜予聖公會主峰小學校監、校董、校長都滿有屬天嘅智慧，
使佢哋能依你美好嘅旨意，帶領學校邁向將來，歸榮耀與上主。天父啊，求你垂聽。慈愛嘅上帝，我哋懇求你賜忍耐、毅力和愛心於所有教師和家長，使佢哋有肩負教導兒童嘅使命，並能彰顯你嘅大愛，讓主峰小學嘅學生在充滿愛心嘅環境裏愉快地學習。天父啊，求你垂聽。道成人生嘅聖子耶穌基督，我哋懇求你與所有嘅學生同在，讓他們在知識增長中認識真理，使他們嘅思想、言語、行為都能表現天父嘅愛心、真理及美善。主耶穌啊，求你居於我哋心內。賜新生命的聖靈上帝，我哋懇求你引導主峰小學嘅校友，能效法基督嘅犧牲精神，以愛心和謙卑貢獻社會，服務人群，實踐非義役人乃役於人的校訓。聖靈啊，求你引導我哋。永恆嘅天父，在過往嘅日子中，我哋親自體驗到你奇妙嘅大愛和豐盛嘅恩慈。在今後嘅日子，求主仍然保守我哋各人嘅心懷意念，堅信你嘅恩惠慈愛，因為你嘅愛是永不止息的。天父啊，求你與我哋同在。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三位一體嘅上帝，求你繼續在前引導我們，在後扶持我們。願你說嘅我們誠心嘅禱告，願一切榮耀頌讚歸於你，從今日直到永遠。阿門。我哋同唱學校根基歌。求主乃是學校根基，公共需要向主禱祈，仁愛行為溫柔義水，善良事業情潔行為，大家同工在主大家生活在主愛中，求主引導我從前行，使我思想與天相同。求使眾所行事公平，求使眾事如煙潔淨，同樣與主相親相近，愛與友朋便能終身。我終無想為之不變，永遠為我亦有良善。我雖無想主名相主，願奉主名永遠歸依。阿門。我哋要祈禱接受上主嘅祝福，願主賜出人意外嘅平安，保守你嘅心懷意念，使你敬愛上帝同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讓全能嘅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你哋，保護你哋，從今日直到永遠。阿門。